歡迎嚟到我哋又係1月一次嘅免費講座啦。咁我係陳海晴醫師。咁啊，今次咧已經係我哋本系列嘅最後一次講座啦。咁我哋嚟到呢一個主題咧，就係同女士最有關係嘅，就係講經痛或者叫痛經啦。對於女士嘅病啦，我哋專科咧就叫做婦科，即係婦人嘅病。咁其實佢嘅內容係非常多嘅，即係對於女性佢專屬嘅疾病啦，可以又係月經啦，或又係妊娠啦、生 BB 啦、產後病啦，或者一啲叫帶下病啦。咁其實本身月經病呢一個範疇咧，已經係佔咗非常大部分，大概可能1/4啊、1/3嘅部分。咁尤其即係經痛呢個議題啦，就係好多人都會曾經試過啦，或者而家已經受呢個困擾嘅問題。咁啊喺今日嘅講座裏邊咧，我都嘗試將好多嘅資訊啦，盡量濃縮到去一啲比較精簡、容易明白嘅道理啦，或者一啲叫簡單中醫嘅概念。咁如果你係有興趣想知多啲嘅，你都可以繼續留言啦，或者你可以就住自己身體嘅狀況去發問都 OK。咁但係咧，我哋今日內容咧都係先以一個比較簡單嘅入門啦。咁我哋知道究竟點樣可以幫自己舒緩，甚至係好根本性地去調養我哋嘅月經或者係經痛嘅狀態。咁咧，我哋講到月經呢一個嘅範疇啦，咁唔知在座各位嘅女士，或者你曾經有月經啦，你知唔知你嘅月經究竟係健唔健康呢？因為好多人咧，佢可能即係月經係有少少問題，即係好似話亞健康咁啦。但係佢未必係非常困擾，又或者只不過係偶爾一兩下或者一兩日咁樣，佢就未必會去處理或者唔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從一個即係生理上，即係一個比較健康女性嘅月經，究竟點樣先為之達標，或者點樣為之合格咧？咁其實喺月經嚟講咧，佢有好多個範疇去睇嘅。咁啊，第一個咧就係講緊月經嘅週期，即係你幾多日嚟一次。咁啊，通常咧就即係西醫就講咧係大概28日到嘅，整個 cycle 一次係28日啦。咁啊，如果你係多過7日，即係35日啦，或者係少過7日，21日，即係21至35日之間咧，我哋都算係一個比較生理性嘅月經嚟講嚟嘅。即係如果你超過上下7日嘅話咧，咁我哋就已經覺得係一定係一個病理性嘅月經啦，係一個唔規律嘅月經周期咁樣啦。咁啊，但係其實咧本身因為佢最健康啦，大概真係28至30日度嘅，其實就好似一個月啦，每個月都有月亮、月圓、月缺咁樣。咁其實佢係一個最健康嘅周期咧，其實係女性嚟講啦，其實係跟緊一個月亮嘅周期嚟嘅。咁如果你係可能只係遲咗可能3、4日，或者早咗3、4日咧，佢未算係一個真係叫一個病態啦，或者大病。咁但係你知道咧，其實已經有少少叫做亞健康嘅狀態，你有機會可能會趨向叫做月經比較延遲啦，又或者叫做月經提早嘅狀態嚟嘅。咁甚至有啲人咧就係可能會 skip 咗1個月啦，又或者咧就係幾個月先嚟一次。咁啊，除非你係一啲真係先天性一啲生理氣質上嘅唔同啦，又或者係一啲如果我哋有啲叫做有啲女性咧，佢係健康，但係佢係可以 keep 住可能3個月嚟一次或者半年嚟一次咁樣嘅，咁嗰啲就係一啲叫特殊情況。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嘅，你可能本身都係個個月有，但係突然間可能 skip 咗個月啊，或者突然間好似半個月就嚟一次啊，又或者係幾個月先嚟一次咧，咁都係叫做月經週期嘅一啲唔規律嘅狀態。嗱，有人問每個月做一個禮拜係點解？咁我哋可以最後再回答啊，因為佢嘅一啲病機啦、原因都有唔同嘅。咁咧，第二咧就係一啲叫就係經期嘅日數啦，即係你嚟嗰次嘅 cycle 嚟咗幾多日？咁通常嚟講咧，大概咧都係3至7日之內嘅。其實最健康可能大概3至5日到就完啦。咁但係如果你係 around 呢個3至7日之間嚟完咧，咁都算係相對健康。但係如果你只係可能一兩日就嚟完啦，又或者咧一直拉長到去超過1個禮拜，咁都係有一啲叫做身體上有啲病變嘅狀態喺度啦。咁然後除咗睇日期之外啦，咁我哋咧其實睇月經咧，仲要睇4大樣，就叫做色、質、量、味。色就係顏色啦，咁啊
健康嘅經血咧就係鮮紅色嘅。咁啊，如果你係通常話熱氣太多啦，咁可能佢會就會過鮮紅色啦。咁又或者咧，如果你係相對比較虛弱啦、血虛嘅問題咧，咁你可能會見到啲顏色係相對淡啲啊，甚至係水啲啊、稀啲咁樣。咁啊，如果你係相對係暗色啲嘅，甚至係有啲瘀色，咁就通常講話係偏寒啦、偏有啲淤血嘅狀態啦。咁另外質咧都係講緊佢健康嘅月經咧，就唔會太稀，亦都唔會太濃稠，咁亦都係唔會有血塊嘅。咁所以如果你係太稀啦、太濃稠，甚至係有血塊咧，咁都係呢個月經經血嘅質出現咗問題啦。咁另外量啦，如果大家上網 search 咧，咁通常講話嗰個標準咧係大概50至到80ml 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自己好難量嘅，咁有啲人就會用一啲衛生巾嘅標準去量度啦。咁通常如果你講緊日用嘅話咧，咁就係日用一塊嘅1/3度啦，通常就係大概5至7ml咁樣。咁如果你係成塊滲濕晒嘅話咧，咁大概就係20ml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女性，如果你係自己嚟月經咧，自己都應該觀察到㗎啦。一次係相對比較多啊，相對比較少啊，定係相對比較正常咧？其實你自己身體都會 feel 到。咁啊，除非你係一啲相對比較，我哋話如果太多啦，就係一啲叫做崩漏嘅情況啦，就係佢不斷地出嚟，咁然後好似止唔到血咁樣。咁如果你相對量係已經很少的話咧，咁通常可能頭先經期日數就會話係1-2日已經完咗啦。又或者係你每一日可能淨係得點滴嘅量啊，可能一塊嘅月經一塊嘅衛生巾都唔滿咁樣，咁呢個就係量嘅一啲多少嘅問題。咁另外味咧就係健康嘅月經咧，應該係冇味嘅，係啦，冇味嘅，佢唔會有啲咩臭味啊，或者一啲特別腥嘅味嘅。咁另外咧，最下邊咧就係範圍更廣啦，就係一啲月經嘅伴隨症狀。咁話明係月經嘅伴隨症狀啦，就係佢係唔關你日常非月經時候嘅時間有嘅。譬如如果你係本身可能有啲人話頭痛咁樣，如果你係全個月都頭痛咧，咁呢個頭痛就未必係同月經有關啦。咁但係如果你嘅頭痛可能係淨係經前頭幾日，或者係經期間啦，或者係經後先開始出現咧，而且佢會有一個周期性嘅，即係佢起碼可能係2個月或者3個月以上嘅月經都出現呢個情況，反覆出現嘅，咁我哋就會考慮係的確同月經有關啦，而且係一啲叫做月經相關嘅病態嚟嘅。咁其實有非常之多㗎，我哋今日講嘅經痛係其中一個啦。咁其實好多人頭先講話可能係頭暈啦、頭痛啦，有啲人會冇胃口啊、反胃啊，會泄瀉啊、會便秘啊。或者有啲人會出啲風疹啊、濕疹啊，又或者咧，可能好多女士都係咁嘅，就係特別異常地疲倦。咁佢雖然唔係一個好困擾嘅症狀，即係唔係出疹或者唔係有啲咩好嚴重嘅屙嘔瀉嗰啲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係異常地疲倦咧，而且係尤其係可能有個時間週期係經前、經期或者經後嘅話咧，咁你都可以考慮其實係同你整個月經嘅健康或者月經週期嗰個嘅規唔規律嘅問題啦，係息息相關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真係去衡量自己一個月經健康啦，每一個月除咗我哋即係用啲 app 啊去 mark 低你自己邊日嚟之外咧，咁其實你都可以觀察下呢一啲唔同嘅範疇，你去睇下究竟自己月經叫唔叫合格，或者叫唔叫係一個比較健康水平高嘅狀態啦。咁啊，接下嚟咧，我哋就會講下關於痛經啦，或者叫經痛嘅一啲基本原理。咁啊，先講下佢嘅定義先啦。咁啊，大部分人嘅痛經咧，佢會出現喺我哋嘅下腹部啦，即係肚臍對落嘅位置。咁啊，有啲人如果佢再敏感啲咧，佢可能會直接話係嗰個子宮 feel 到佢特別個點有個位痛啊。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你係通常如果係痛到去連條腰嘅，或者係腰底。甚至有啲人咧會痛到落去埋肛門嗰啲位置，咁其實呢一啲全部即係喺腹盆腔所有感覺到疼痛嘅症狀咧，咁我哋都會列入為係一個痛經或者經痛嘅範疇裏邊。咁啊，佢其實嗰個機理有唔同嘅即係細細嘅原因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從一個大嘅範圍去講啦，我哋會出現痛經嘅話咧。佢用呢一句去總結咧，就係
我哋嘅下焦正氣虛弱。下焦咧就係講緊人分三個部分啦，上中下，其實就係講緊下腹部嘅正氣，無論係血定係氣都好，尤其係血啦，血氣係相對虛弱，咁因此咧，我哋就會感受咗寒氣。然後如果當我哋寒氣更加深入到去血脈嘅時候咧，咁你就可能會更加有淤血嘅問題。咁所以通常我哋講痛經啦，除咗會考慮係正虛之外啦，咁最主要兩大部分咧就係有寒氣同埋有淤血嘅部分啦。咁啊，另外呢個括住咧就係除咗呢個最基本嘅寒同瘀兩部分之外咧，即係唔同嘅女士啦，佢可能會兼夾其他嘅邪氣或者身體狀態。例如如果你係下焦虛弱啦，出現咗有虛火，咁佢可以有寒氣之餘，佢同時間會夾一啲虛熱。又或者你係下焦有血實嘅狀態，佢同時間都可以化熱，令到有一個寒熱一齊錯雜嘅情況，咁所以佢可以夾一個熱邪喺度啦。咁另外咧就係當我哋受咗寒氣啦，咁佢容易咧就係會即係啲水濕啊化唔到，咁就會啲水咧停聚咗喺呢個部分，咁就叫水停，或者一啲俗語講係啲叫濕氣啊、水濕嗰啲問題。又或者就算係講緊，如果你本身有啲血虛嘅狀態，其實血虛都係可以導致到水停嘅。咁所以如果真係睇病啦，或者係要好針對性地去判斷你個痛經係乜嘢咧，佢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咁但係咧，整體嚟講都必定係會有一個正虛、寒氣同埋瘀血呢三部分嘅，尤其係寒同埋瘀呢兩部分咧，就係通常一個痛經最明顯嘅狀態嚟嘅。咁啊，我哋點樣理解寒氣咧？就因為本身我哋人體嘅氣血啦，或者入邊嘅能量啦、經絡啦，佢係流行不止嘅，呢個寫經脈流行不止啦，橫周不休，即係佢會好循環、生生不息咁樣去行走。咁但係當我哋受到寒氣啦，有呢個邪氣入咗去呢個經絡嘅時候咧，佢就會產生一個叫做堵塞，或者叫做唔疏通，或者甚至係咧佢行得比較慢咗。咁啊，簡單理解咧就係平時講話冷縮熱脹啦。咁啊，當你受到寒啦、受到冷嘅時候咧，其實佢嘅血脈會收縮啦，同時間佢所有嘅東西咧，好似凝聚咗，好似會變慢咗咁樣嘅。咁所以對於入邊嘅血嘅行走咧，佢就會唔暢通，唔暢通咧就會導致佢唔行啦。咁所以如果係再發展得耐啲嘅話咧，佢就會再好似停咗啲血喺度，啲血行得唔好，咁我就會形成咗淤血嘅問題啦。咁啊，點解要特登 call 呢一句咧？就因為呢個係嚟自於《黃帝內經》一篇叫做《舉痛論》啦。佢其實係講緊好多身體局部唔同嘅疼痛發生咩事嘅。佢入邊講咗14個部位啦，其中有13個咧都係講緊受到寒氣喺某個部位導致佢唔通，然後產生咗疼痛。咁有啲人都可能聽過咧，就係中醫成日都好中意講呢個叫不通則痛啊。當你有一個唔通暢嘅時候，受咗個寒氣，佢喺入邊打交啦，佢就會產生一個疼痛嘅感覺。咁所以咧，可以理解就係你只要有一個痛嘅感覺，其實無論係痛經又好，定係你平時有啲疼痛嘅部位，嗰度都必定係有寒氣喺度纏繞住你咁樣嘅。咁另外佢喺另一篇啦，係秘論，就係講緊一啲唔通嘅病。佢就話痛者寒氣多也，有寒故痛。咁樣都係同一個道理啦，就係只要有寒氣喺嗰個局部嘅位置凝聚打交，咁佢就會產生咗疼痛感啦。咁但係呢個疼痛感咧，隨住你即係寒氣嘅多少啦，或者係你兼夾可能夾埋瘀啊、夾埋熱啊、夾埋水濕嘅話咧，佢痛嘅感覺可能會有啲唔同嘅。一般嚟講，如果即係寒氣偏多嘅痛咧，就係純粹嗰種痛，即係好似拉扯住嘅痛。咁但係咧，如果你係再夾埋有淤血嘅，尤其係你經痛嘅時候，寒加瘀嘅話咧，咁佢可能會有啲叫做刺痛。刺痛啦，又或者係夜晚特別痛嘅狀態嚟嘅，同嗰個血液嘅運行相關。咁啊，如果你係又有夾一啲叫做熱氣喺入邊啦，有啲虛熱，無論係虛熱實熱都好啦。咁你經痛嘅位置咧，可能會除咗痛之外咧，佢會感受到好滿啊，或者叫好脹嘅感覺。咁啊，水停都一樣啦，就係入邊好似好滿啦，好重聚嘅感覺嚟嘅。咁大家即係如果而家唔係經期嚟緊時候啦，經期嚟緊時候，你可以感受下你個痛究竟係咩嘅特質啦。咁但係其實咧，如果我哋
本身呢一度都有寒氣或者淤血，或者夾埋熱氣啊、水停呢啲狀態咧，其實大家可以用一隻手啦，咁樣對住自己嘅下腹部咁樣撳落去。其實你撳下咧，你就會知道你撳落去舒唔舒服嘅。因為如果你係撳落去，即係入邊如果冇乜邪氣嘅話，你撳落去咧，其實應該冇乜感覺嘅。咁但係如果你係撳落去已經感受到可能有少少疼痛啊、冤痛啊，又或者係彈手會脹住嘅話咧，咁其實代表你而家下腹部都係有一啲相應嘅邪氣喺入邊咁樣嘅。咁另外咧，呢度後邊啦都想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在座可能唔係每一個都有經痛啦，或者痛經啦。咁咧，好多人咧就會覺得就係冇經痛咧就係健康，即係覺得冇經痛咧好似已經贏咗99.9%嘅人咁樣。咁但係咧事實上咧係未必嘅，未必。咁當然如果你冇呢個症狀，可能你真係冇呢一個病啦，又或者可能只係相對亞健康嘅狀態啦。咁但係咧都想提提大家，因為有啲人咧的確係我哋叫做痛唔起。因為疼痛要產生疼痛呢個感覺啦，除咗係有邪氣啊、寒氣啊、淤血呢啲之外咧，其實佢係要有適量嘅正氣打交，佢先會喺嗰度有個叫正邪交爭嘅狀態，先會產生到疼痛嘅感覺。因為呢度後邊咧就話啦，如果一個人唔痛唔仁，不仁嘅意思即係麻木不仁啦，即係冇乜感覺、冇 feel。其實咧可以係一個病久入心嘅現象嚟嘅，意思就係個病已經非常深入，營衛氣啦，即係啲正氣咧，佢係行得好息啊，即係好唔暢通，啲經絡咧好似成日俾人卡住咁樣，有一個唔通嘅感覺。咁啊，通常即係呢啲現象咧，就係有啲人啦，佢可能真係個病已經非常深入，佢係直接可能跳過咗即係表面啊、經絡啊，或者係已經直接入到去你氣質性，即係講緊子宮啊呢啲狀態嘅話咧，你有機會係感受唔到疼痛嘅。例如有啲人啦，佢咪會話，譬如生完仔之後咧，就冇經痛啦，就好開心啦。咁啊，當然有啲人可能係生完仔之後，佢同時間排晒啲寒氣啊、淤血出嚟啦，又或者係佢調理得好啦，佢可能係會冇咗呢個病根。咁但係往往其實臨床上都有見到咧，就係佢可能生完仔之後咧，佢個人整體係虛弱咗，再加上可能佢嘅產後調理係不當，導致佢越嚟越虛弱嘅話咧，佢可能原本有經痛變做冇經痛咧，唔係一個好嘅現象嚟嘅。可能係佢入邊嘅正氣更加虛弱，寒氣更加深入，導致到好似冇咗呢個現象。又或者咧，就係我哋有啲人啦，佢每一年咧都會做一啲婦科檢查或者做 body check 啦。咁佢女性咧，咁通常都會建議你每一年都做一次，去睇下入邊有冇任何腫瘤啊、水囊啊呢啲嘅問題啦。如果你係曾經或者你而家係已經 check 到係有啲可能係0.幾 cm 或者係幾 cm 嘅腫瘤，甚至已經係有啲相關嘅癌症喺下腹部呢啲狀態，但係你係冇乜感受過疼痛，冇乜感受過唔舒服啊、冤住啊、谷住呢啲狀態咧，代表你係已經係非常正氣虛弱、病久入心導致嘅一個狀態嚟嘅。佢呢啲冇疼痛咧，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反而係佢病更深啦、痛唔起嘅症狀。咁所以如果你係冇呢啲疼痛，但係 check 到有事嘅話咧，代表你個病咧已經係非常深入，寒氣係非常之多，或者甚至係淤血咧已經積到入邊非常深入嘅狀態嚟嘅。咁所以我哋去辨別呢個痛經究竟係即係由冇痛去到痛啦，同埋有痛去到冇痛呢個狀態咧，其實我哋都要判別究竟佢係一個好轉嘅過程啊，定係一個即係相對走下坡嘅狀態嚟嘅。咁所以有啲人咧，可能佢本身痛唔起啦，佢可能經過一啲藥物治療啦，或者係養生去更加養好自己正氣嘅時候咧，佢有機會出現翻呢啲疼痛。其實嗰陣時咧就更加恭喜佢啦，即係代表佢係可以重新做翻一個有感覺嘅人啊，佢唔會再不痛不癢，佢可以將啲病發翻出嚟。咁所以即係將呢一個例子同大家講啦，係有機會有呢個狀態出現嘅。咁當然我哋醫師就會透過佢其他身體症狀啦、把脈啊、面色呢啲去觀察究竟佢而家冇痛經呢個狀態係一個非常嘅病態啊，定係真係一個健康人咁樣嘅。
好，咁啊，我哋另外咧都講下一個月經周期同正氣嘅關係啦。因為頭先咧都有講，就係你嘅經痛啦，或者你有啲月經嘅症狀咧，有機會可能係經前、經期間或者係經後出現。咁其實咧都同你身體狀態嗰個正氣變化咧係有關係，亦都係代表緊究竟呢個病係偏向比較健康啲啊，定係再比較差啲咁樣嘅。咁我哋講話咧，其實我哋嘅人體啦，生理性，不論男同女啊，我哋嘅一身人嘅血啦，或者我哋講話直接講，再仔細啲，肝血或者陰血咧，通常係會藏喺我哋人體身體嘅下部分嘅。咁啊，主要咧就係藏喺肝。咁有一句咧就講話肝藏血啦，就係其實唔係淨係肝藏血嘅，係你全身都會藏血。咁但係咧最多嘅位置咧就係喺肝嘅部分。咁啊，尤其咧我哋往下啦，咁所以你下腹部咧即係肚臍對下咧，其實嗰個人體嘅血咧係會相對多啲嘅。咁啊，以至就係因為女性啦，會有呢個月經一月一嚟嘅一月一次嘅一個狀態啦，咁所以佢會更加明顯地感受到佢身體嘅血嘅虛同實或者多同少呢一個嘅變化嘅。其實我哋嘅即係血嘅多少啦，每天都變化緊。其實你朝早啊、夜晚啊，或者係你一個禮拜啊，甚至係你即係四季咧、一年咧，其實嗰個變化都係會有嘅。通常我哋講話夜晚啦，或者係傍晚以後咧，我哋藏血係相對比較多嘅，即係偏陰性啦。咁啊，朝早咧佢就係相對陽氣多啲咁樣。咁啊，如果我哋講緊女士月經嘅話咧，佢就用一個月做單位啦。佢嘅周期咧，其實就係我哋喺嚟月經之前，即係即將要嚟之前嗰幾日咧，其實就係我哋女士嘅血氣最多嘅時候嚟嘅，相對最多嘅時候。因為你成個月不斷儲血、儲血、儲血啦，不斷藏於我哋嘅肝臟啊，藏於我哋嘅下腹部啦。咁理應呢個時候咧，係喺你個人啊，相對嚟講血氣最多嘅時候。咁然後當佢要嚟經期啦，以及係經期以後咧，佢就會慢慢失血啊嘛。咁所以佢個血量咧會越嚟越少啦，佢個血氣咧都會相對減少。咁有啲人如果佢係本身有血虛嘅狀態咧，佢就會直情感受到係好虛弱嘅狀態添，即刻好似冇咗好多血咁樣啦。咁啊，其實呢一個周期咧，其實簡單理解咧就係經期前係我哋女性最健康嘅時候。一經期一嚟或者經期以後咧，其實就係相對虛弱嘅時候嚟嘅。咁如果我哋對應翻你係有呢個症狀嘅話咧，通常如果你係喺經期前，可能前一兩日覺得好谷住，開始有疼痛感嘅時候咧，其實通常嗰個嘅機理咧就係我哋因為血氣相對最充實嘅時候，正邪交爭咧係最激烈嘅。咁所以你個疼痛感咧就會好明顯啦。咁所以通常即係經期前有痛經嘅女士咧，佢嘅疼痛嘅症狀相對係非常激烈多啲嘅，比起即係經期後嘅經痛。咁因為經期間啦，或者月經後嘅經痛咧，係代表緊因為我哋開始失血啦，我哋血氣開始減少，變得相對虛弱嘅時候咧，佢嗰個正邪交爭都會開始變弱嘅。咁所以咧，產生嘅疼痛可能就係普通少少冤痛啊、隱痛啊，又或者慢慢可能去到有啲女性咧就話，可能只係頭一日識痛嘅啫，去到兩三日咧就唔痛咁樣噶啦。咁當然即係喺症狀上好似好開心啦，係咪？淨係痛一日啦，淨係痛頭一日啦。咁但係其實如果真係從一個你講緊正氣嘅考慮啦，或者疾病嘅考慮嚟講咧，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意思就係佢慢慢失血之後咧，佢又打唔到交啦，咁所以就又呈現唔到一個疼痛出嚟。當佢呈現唔到一個疼痛出嚟啦，代表你個病根咧係冇解決到嘅，即係你入邊一啲血虛啊，可能寒氣啊、淤血咧，其實係冇解決到，變咗佢就會反覆啦。咁所以點解經痛佢會係一個周期性嘅疼痛，每個月都痛一次咧？就係因為你每個月痛完之後，佢可能痛嗰陣時咧開始有打交，但係如果你冇好好處理嘅話咧，佢個病根留咗喺度，咁啊下個月當你再次正氣好翻啲嘅時候，佢就再打交。咁所以佢就會好似一個反覆嘅症狀，不斷地每一個月淨係痛嗰幾日。咁但係其實咧都提醒緊你就係、你痛嘅時候啦，佢嗰一次嘅
打交啦，或者嗰個疼痛咧未能可以一次咁樣將你嘅寒氣啦、淤血去排走，導致嗰個病根留咗喺度，產生咗一個好似慢性嘅病患喺度。咁所以如果你係即係經期前有呢個經痛啦，你係相對叫做比較健康啲嘅，即係仲打到交。咁但係如果你係經期間月經後先出現呢個疼痛咧，或者嗰個疼痛嘅時長其實唔係好多，甚至其實唔係好激烈，只係冤冤作痛嘅話咧，咁其實代表你正氣係相對虛弱嘅。咁啊，其實呢個狀態咧都唔係淨係經痛㗎，即係可以補充多少少就係頭先所講一啲月經嘅伴隨症狀啦，無論講緊頭暈啊、頭痛啊，有啲人發風疹啊、隱疹嗰啲狀態咧，如果你係有呢個規律嘅，即係每一次都係經期前啊，或者每一次都淨係經期後先出現嘅話咧，其實你都可以參考一下，就係因為經期前咧，其實佢係可能會想發一個經期感冒啊，或者係一個經期嘅一啲叫皮膚病啦。如果你可以趁呢個時候發得好嘅話咧，其實你係非常之有益嘅，即係你喺成個月入邊最健康嘅時候、最有力打交嘅時候發出嚟，咁其實你變咗下一個月咧，佢就未必會出現呢個情況啦。咁又或者係如果你本身係一啲叫做月經期間、月經後嘅疾病，你而家呢個時候即係把握呢個時機去醫啦，你有機會可能下個月咧，佢會變咗係經期前開始發。咁代表其實係一個好轉狀態嚟嘅，就係佢變咗係一個正氣相對充實啲嘅時候，就已經可以發出嚟啦。咁又或者咧，就係直接，如果你係下個週期已經係冇呢個症狀啦，代表你就係上一個月已經將呢個病根完全地去切除咗咁樣嘅。咁啊，所以啦，月經咧其實就唔係淨係經期間嘅調養嚟嘅。其實唔係淨係話我經前啦，或者經期間啦，或者經後先要可能注意多啲生活啊，或者呢個時候先要睇醫生啊、食藥啦。其實咧，佢係反映緊你整個月嘅身體狀態、氣血嘅狀態嚟嘅。如果你嗰個月嗰30日入邊生活狀態都知道係唔好噶啦，又成日熬夜啊，飲食又唔好啊，或者情緒好多思慮啊，好多情緒鬱結啊，咁其實你會預想到你嚟緊嗰個月經嘅狀態咧，應該係會差啲嘅。因為佢就係將你整個月嘅可能毒素啦，或者虛弱嘅狀態啦，就積住咗喺你嘅下腹部。咁當你嚟月經嘅時候咧，佢就會透過月經頭先嗰一堆嘅參考嘅狀態啊、色、質、量、味啊、週期啊、日子啊，反映俾你睇你嗰個月嘅健康成績單啊，我哋叫。咁啊，甚至其實佢唔係淨係一個月嘅，佢可能係你幾個月啦，甚至有啲人可能係幾年嘅陳年累積嚟㗎。尤其係一啲已經有腫瘤啦，或者有一啲叫做積塊喺下腹部嘅狀態咧，佢未必可以透過一個月經就幫你排走。咁所以其實佢每一個月咧都好似一個反映身體狀態俾你知道啦，同時間佢都係透過我哋呢一個正氣可以重新充實嘅狀態咧，身體會幫你有智慧去打交啦，會想去排走啲任何嘅寒氣啊、淤血或者其他嘅邪氣喺度嘅。咁所以接下來咧，我會即係透過兩方面去講啦。第一咧就係喺經期間可以點樣調養，而第二咧就係如果我哋真係想好根本性地去扭轉我哋嘅經痛，或者係一啲月經不調嘅狀態啦，咁其實就唔係淨係嗰7日入邊努力啦，其實係講緊你即係每一日啦，整個月裏邊咧都要好好地照顧自己身體健康。咁我哋先講一啲應急嘅處理啦，因為有經歷過嘅女士都知道，如果你嘅痛經啦，好多人都係非常之難捱嘅，甚至我有啲朋友佢都會話係可能痛到起唔到身啊，返唔到工啊，又或者係要食好多止痛藥啊，或者有啲人咧係會痛到暈低都有嘅。咁所以就視乎你嘅疼痛嘅狀態如何啦。咁啊，呢一個以下落嚟嘅內容咧，就係相對偏向係真係月經或者你痛緊嘅期間可以即刻去做嘅。我哋會叫做係以叫治標為主啦，即係因為太急啦，咁所以我哋就先解決一啲比較當下之急嘅問題先。咁啊，因為頭先有講啦，當下之急嘅問題咧就係寒氣多，甚至係有淤血嘅問題。咁所以我哋第一個即係大家都日常都應該有聽啦，就係喺嚟緊經嘅時候咧，就唔好飲凍嘢。就算你平時好中意飲凍嘢啊、食雪糕啊、雪條之外咧，呢幾日咧都千祈唔好食。
咁就因為如果你已經係痛緊啦，你再去即刻加啲寒氣喺度咧，佢就會更加嚴重。咁所以呢段時間咧就一定要忌一啲叫做生冷啦、寒涼嘅食品。咁另外咧就係、由於因為我哋痛經已經係打緊交嘅狀態，佢係需要用你嘅正氣啦，甚至你可能已經係氣血開始，即係如果你經期間啦，佢開始失血啦，佢有機會係開始即係正氣慢慢變做虛弱嘅時候咧，呢個時候係非常建議一定要休息，因為有啲人咧係會有個習慣性啦，就係尤其香港人好中意翻工，咁所以咧特別有痛經嘅時候咧。佢未必會想請假啦，佢就會即刻可能拍啲止痛藥啊，咁啊繼續翻工。咁其實係更加傷身體嘅，即係尤其係嚟經嗰幾日咧，我哋氣血嘅波動啦，或者佢嘅變化係最大嘅。如果你係更加太多嘅操勞啦，無論係講緊身體上定係即係心理上太多嘅操勞咧，都會導致佢更加嚴重，又或者係會令到呢個病根越嚟越深入嘅。咁另外咧就係、如果要應急啦，咁就係即刻要令到你疼痛嘅位置，或者係你整個嘅下腹部感受到溫暖。咁因為我哋以寒氣瘀血為主嘅病咧，咁我哋就必須係要用翻一啲溫熱嘅方法去除嘅。咁啊，有幾個狀態啦，你可以，譬如有啲人會即刻貼個暖包喺度啦，或者有做一啲嘅暖敷啦，又或者你可以直接用一啲帶有溫性嘅精油，無論係即係有中藥成分嘅精油啦，又或者係一啲藥膏咧，可以成個下腹部咁樣搽嘅。咁啊，都有聽過好多唔同人嘅 feedback 咧，就係佢當佢即係成個下腹部一搽咧，其實佢好快嘅，因為佢係直接透過你皮膚上嘅一啲即係經絡啦，直接入到去你疼痛嘅位置，咁所以就會產生一個叫相對快嘅舒緩嘅狀態，可以即刻唔痛啦，或者係即刻成個肚咧即刻暖翻起嚟嘅。尤其係因為有啲人嘅痛經啦，佢除咗感受到疼痛之外咧，你會好明顯，譬如你摸下你下腹部嘅皮膚嘅體溫咧，係會相對涼啲，甚至有啲人係真係 feel 到有啲寒氣出嚟，好凍添嘅。咁所以就要即刻用一啲暖敷啦，或者有啲精油啊，即刻幫自己。咁如果你屋企咧係有艾灸啦，或者你有嘗試過用灸嘅方法咧，你都可以參考呢三個穴位。咁啊，其中兩個穴位咧就係關元氣海，其實直接咧就係喺下腹部嘅位置嚟嘅。咁啊，關元咧就係喺我哋肚臍對落四隻手指啦，係啦，四隻手指。咁啊，即係講緊3寸以下咁嗰個位置啦。咁其實氣海咧就係關元同埋肚臍嘅中間啦。咁啊，詳細一啲定位咧，大家都可以即係上網 search 就有噶啦，佢會有埋圖俾你啦。咁啊，呢兩個位置咧都係即刻可以叫暖宮啊，佢係特別係對應我哋子宮嘅部分嚟嘅，下焦嘅一啲陽氣嘅部分。咁尤其因為本身艾啦，佢就係一隻溫性嘅中藥嚟嘅，再加上埋灸咧，灸字有把火啦，佢就會透過呢個真係溫度上升，咁啊直接俾啲陽氣喺入去呢兩個穴位咁樣嘅。咁同時間，因為即係如果對中醫有啲興趣啦，或者有啲認識嘅話咧，關元氣海咧，其實同我哋即係講月經啦、沖任兩個脈咧係相關嘅，咁所以佢係直接可以幫到調月經嘅狀態。咁另外咧，三陰交咧就係喺腳嘅內側啦，小腿內側喺我哋嘅內踝對上3寸嚟嘅，咁所以一樣都係內踝啦。你可以上四隻手指，咁就係3寸啦。咁咧，佢三陰交咧就係一個即係可以補到脾啦、肝啦、腎3條經嘅一個位置嚟嘅，咁所以快靚正啦，淨係夠一個穴位咁啊，即刻可以補你嘅下焦嘅部分。咁啊，如果咧你係純粹係真係偏寒瘀為主嘅話咧，你就可以救到自己大概係起碼個人暖起嚟啦，而且有啲人甚至可能會救到可能有少少微微出汗。咁主要係你嗰個位置咧，唔需要話救太耐嘅，因為如果你救太耐咧，都有機會可能有啲人就會太熱啦，或者起泡啊、痕癢嗰啲問題啦。咁所以你可以適度就係起碼有個溫熱感，可能係每一個月5至10分鐘咁就差唔多噶啦。咁但係如果咧你係本身即係除咗有寒瘀之外，你可能又會夾啲虛熱啊、實熱嘅話咧，其實你都係可以救嘅。咁但係你救嘅時間咧就唔可以太多啦。
即係可能3至5分鐘啊，你已經會相對覺得熱啦，咁你就要相對停止啦。咁因為寒熱錯雜嘅問題咧，佢係再相對難搞啲啦，複雜啲啦。咁但係因為本身痛經個基礎都係有寒氣瘀血為主嘅，其實佢入邊一啲嘅熱氣啦，無論係虛熱實熱啦，都係有透過即係可能係因為你血虛或者有寒氣導致嘅化熱或者有虛火嘅狀態。咁所以如果你係可以去除咗你本身嘅一啲陽氣不足啊、寒氣太多嘅問題咧，其實你一啲嘅虛火或者一啲化熱嘅狀態咧，佢都可以相對消除咁樣嘅。好，咁啊，另外啦，第四咧就係每一次我哋疼痛嘅時候，即刻做腹式呼吸。又或者如果你有曾經即係上我哋課堂啦，學過咩叫小太陽呼吸咧，你可以嘗試一下。腹式呼吸咧就係將我哋嘅吸氣啦，將我哋嘅能量、我哋嘅呼吸帶到去肚臍對落嘅下腹部。咁啊，先提提大家啦，因為如果大家本身唔熟悉腹式呼吸，又或者係你平時完全唔係好做到腹式呼吸嘅，你可能頭嗰幾下咧係會有啲困難嘅，即係可能會覺得邊度卡住啊，邊度堵塞啊咁樣。又或者係你每一次吸氣落去咧，佢未必係會即時覺得鬆開嘅，因為如果你平時都唔做腹式呼吸咧，代表係你好多嘅正氣咧，其實帶唔到落去下腹部啊。咁即係你下腹部好多嘅堵塞啊、邪氣卡住咗，所以如果你係啱啱嘗試啦，又或者痛緊嘅時候嘗試咧，可能頭幾下咧你係的確唔係幾舒服嘅，尤其係如果入邊有相對多嘅堵塞嘅話。咁但係如果你繼續堅持，可能做起碼5分鐘、10分鐘，甚至更長嘅時間，可以將佢慢慢鬆開，透過呼吸啦，將我哋入邊嘅即係被寒氣堵塞嘅經絡啦，又或者係被寒氣卡住嘅一啲位置，將佢再次打通嘅時候咧，佢就會慢慢感受到放鬆啊，又或者有啲人咧就會喺嗰個月經佢會更加嚟得順暢啲，即係冇咁卡住，或者啲血塊咧更加容易地排出嚟咁樣。咁所以咧，佢係都起碼相對要5分鐘以上嘅狀態嘅。如果你本身已經係有比較嚴重嘅痛經，咁啊，另外第五啦就係即係講緊一啲飲食嘅調養啦。你係可以煲一啲叫做生薑紅棗水。咁通常講話咧，生薑紅棗1:1就得㗎啦。咁咧，生薑紅棗水點解好用咧？就係生薑係一個溫性嘅而且係溫通嘅藥物啦。咁啊，紅棗咧就係相對有一個養血補血嘅藥物嚟嘅，咁佢都係溫性，兩個都係溫性啦。咁而且咧，佢會唔係淨係一味用即係好乾烈嘅方法去通嘅，因為如果你係咁樣乾烈去通咧，佢有機會突然間好似會暴崩咁樣啦，又或者有啲人熱氣太多咧，佢又會上火。咁所以點解加紅棗咧？就係再養翻啲血，尤其係我哋已經係一個失血嘅狀態啦。咁所以佢用生薑紅棗咧，佢就係相對。即係好似陰陽兩邊都補，而且咧透過一個溫通嘅狀態去幫你舒緩呢個痛經咁樣嘅。咁啊，另外如果你係有睇醫生啦，或者你識一啲中藥咧，都可以喺呢個時候相對用一啲叫做溫經散寒或者活血化瘀嘅中藥。咁甚至有啲人中藥嚟講比較出名，幾時痛經用咧，就係叫做溫經湯啦，就係即係仲勁一條醫聖仲勁一條方啦，又或者一啲中成藥比較容易買到咧，就係叫做四物湯。咁啊，四物湯咧就係4隻藥，佢入邊咧就係主要都係有一個養血啊、溫通嘅狀態嚟嘅。咁當然佢唔係一啲好可以好能夠根治到你本身嘅病情啦。咁但係因為本身我哋嚟緊月經嘅時候咧，主要嘅症狀尤其係痛經咧就係寒同瘀。咁所以呢個時候係可以食嘅，係好大部分人都係適合嘅。咁當然你可以再即係諮詢你相熟嘅醫師啦，睇下你嗰陣時適唔適合。咁就可以喺如果你係唔舒服嘅，你可以喺呢一幾日去試下呢一啲嘅中藥啦。咁如果你係全部都唔肯定嘅話咧，咁你其實用生薑紅棗水都足夠噶啦。咁啊，另外咧就係都係好多人嘅選擇嚟嘅，就係話明應急啊嘛，咁梗係要止痛藥啦。咁好多人咧就會喺痛經嘅時候食止痛藥。咁其實唔係唔得嘅，因為有啲人咧的確係痛得好嚴重。頭先講話可能痛到暈低啊，痛到起唔到身啊，痛到生活唔到。咁啊，有啲人都會去用唔同牌子嘅止痛藥啦。咁啊，呢一個咧就係我上網 search 嘅，就係一個止痛藥基本嘅成效啦。大部分咧都係即係消炎止痛藥啦。佢其實係減少緊你一個叫前列腺素，同令到你嗰個子宮收縮咧係冇咁明顯。咁當佢唔收縮嘅時候咧，就冇咁繃緊啊嘛。
咁就冇咁疼痛啦。咁其實因為佢嗰個收縮啦，除咗係要排嗰個經血出嚟啦，如果你本身係收縮太多咧，其實都係代表緊你本身寒氣太多，冷縮熱脹啊嘛。咁所以佢如果你本身係寒氣啦，尤其淤血再堵塞比較多嘅時候咧，你嘅疼痛就會相對好似好劇烈，甚至可能一痛就即刻暈低咁樣。咁啊，止痛藥唔係唔用得，咁但係咧，因為都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止痛同埋治痛嘅分別啊。因為相信好多個女士我都即係聽過唔同嘅 case 啦，佢食完止痛藥當然嗰幾個鐘咧比較舒服啦。咁但係當你習慣咗食止痛藥嘅話咧，你就係要成日都食嘅，即係一痛就食啦，一痛就食。咁因為止痛嘅意思咧，就係佢嗰陣時佢幫你令到你收縮冇咁劇烈，冇咁痛啦。但係因為佢係冇乜點解決過你疼痛嗰個病因根本嘅問題嚟嘅，咁所以有啲人甚至繼續食落去啦，佢會即係聽到個 feedback 咧，就係佢食極咧，要越嚟越增加個量啦，又或者係佢轉咗牌子之後，因為有好多隻止痛藥啦，轉咗牌子之後，一排咧 OK，之後又開始有一種叫抗藥性啦。咁你當你不斷地依賴止痛藥啦，你不斷地好似即係純粹應急將佢唔收縮，咁但係長遠嚟講，你係因為冇解決到問題嘅話咧，你不斷食呢啲藥咧，其實都會產生一個叫依賴性或者叫抗藥性嘅問題嚟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有呢個目標啦，你唔係淨係純粹想止痛，你真係想醫好你嘅痛經嘅話咧，咁其實我哋有時咧就未必真係要食止痛藥啦，因為止痛藥咧佢喺中醫角度嚟講啦，大部分頭先講消炎啊嘛，佢大部分都係相對寒涼啲嘅藥嚟嘅。咁所以咧，有機會就係你食得多止痛藥啦，你個會導致個寒氣係越嚟越增多。雖然短暫係會有舒緩，咁但係如果長期嚟講咧，對於治療你整個痛經啦或者月經嘅調養咧係不利嘅，係啦。咁所以即係止痛同治痛嘅分別啦，其實就係有冇針對到你真係疼痛嘅成因病機。咁所以如果真係好劇烈嘅時候，其實都可以食下嘅。咁但係你會知道，佢背後有機會就係會加重你嗰個病根啦，或者個病情嘅問題。好，咁啊，我哋頭先講話真係要調養痛經啦，經痛，除咗係你經期間可以用一啲活血化瘀啊、溫寒、溫經散寒嘅方法之外咧，我哋平時治本咧就係要真係將你個病根、生病嘅原因去除，咁你先唔會反覆地有痛經啊。咁啊，呢度係講緊一個治法嘅問題啦。咁通常佢最大嘅治法咧就係叫養血、散寒、去瘀。咁當然，如果你係再兼夾熱啊、濕啊、其他嘅狀況咧，佢可能有其他嘅治療方法啦。咁但係呢度點解要再 highlight 養血咧？就係因為散寒去瘀咧，就係頭先經期間都做緊嘅。咁啊，但係如果你真係要治本嘅話，點解你會有寒氣？點解你會有淤血？往往就係因為本身我哋下焦、肝腎呢啲位置嘅正氣虛弱，你就會容易受寒啦。容易就係一下子就會已經直接穿過咗你上中，然後直接去到下部分。咁尤其咧就係我哋月經係講緊血啊嘛，咁所以如果你係相對血虛嘅狀態咧，就會更加容易受寒，又或者更加容易有一啲叫做淤血嘅狀態喺度啦。咁所以我哋日常嚟講咧，就係主要三部分：養血、散寒、去瘀，都係 keep 住做嘅。咁啊，我哋上個講座咧都有講，如果你真係要即係去除一啲生病嘅原因啦，我哋要達到一個叫整全健康咧，我哋可以用三部分去入手。第一咧就係從一個生活嘅部分啦。咁啊，生活部分咧就係第一，因為我哋痛經係嚟自寒氣啦，係咪？咁所以起碼咧就係要避免一啲寒冷嘅環境啦，或者避免經常吹風受寒嘅。咁啊，尤其咧就係準備嚟到夏天啦，咁好多女士咧就會開始着一啲短裙啊、露臍露腰啊嘅衣着。咁其實呢啲衣着咧好危險嘅，尤其因為喺香港冷氣多嘅城市啦，即係去到搭車啊或者去商場都已經好大冷氣。咁啊，雖然我哋覺得好熱啦，
咁但係其實如果你係本身有虛弱嘅狀態，你呢啲比較暴露嘅位置咧，其實就會即刻容易受寒，佢都唔需要穿過你嘅上中下啦，直接喺你個肚臍直接入去係可以咁樣嘅。咁所以除咗係即係經期間啦，如果你本身係月經好多問題有痛經嘅話咧，咁盡量都係平日要避免吹風受寒。咁另外咧都可以多啲曬太陽啦，多啲令到個人溫熱起嚟。同埋咧就係頭先講話，要盡量令到我哋嘅腰腹同埋我哋嘅下肢、雙腿嘅部分咧要有保暖嘅。主要都係因為我哋講緊下焦啦，就係我哋下腹部對落嘅部分嚟嘅，咁所以起碼要腰腹腿都要保暖。咁同埋咧就係除咗經期間之外啦，平日咧都應該係多啲做腹式呼吸嘅，即係佢係一個最慳錢、最平、最免費嘅補益方法嚟嘅，真係你每一下都做緊。如果我哋每一下都可以將我哋嘅呼吸啦，同時間佢會帶動你整個人嘅氣血可以往下收藏嘅話咧，咁你其實就冇咁容易下腹部虛弱啦。咁啊，尤其如果你係本身已經有痛經嘅話咧，我會建議，如果你唔係可以全日做到，你可能可以花啲時間咧，每日嘅夜晚，尤其係臨瞓之前做。因為瞓覺嘅時候咧，就係我哋肝臟藏血最多嘅時候啦。其實唔係淨係瞓覺，其實入夜開始就已經係。咁但係咧，如果當我哋平臥嘅時候，即係平瞓嘅時候咧，其實肝臟係最易藏血嘅，即係喺中醫理論嚟講啦。咁所以如果你係平日冇時間，但係你又好想真係幫自己養翻好啲下焦嘅血氣咧，咁我哋可以臨瞓前做，又或者係晚間嘅時候揾啲時間去訓練自己。咁好多人都話佢其實夜晚做嘅話咧，除咗係真係養血補血之外啦，其實我哋夜晚都應該會瞓得好啲嘅，因為可以將啲氣血往下，往我哋嘅陰部，即係講緊陰陽啊，陰即係講緊偏下部啦，去收藏。咁另外咧就係關於飲食啦。如果你本身有痛經咧，唔係淨係嗰幾日唔飲生冷嘢嘅，其實係你應該整個月都唔適合飲生冷嘢，因為飲得多佢就係會積住喺身體嘅。尤其你本身如果已經有虛弱嘅狀態啦，或者陽氣不足嘅狀態，你就會更加容易積累一啲寒氣，或者叫淤血喺身體。咁另外第二咧就係都忌啦，常服一啲叫做止痛或者消炎藥，除非你真係有一啲叫急性病，你好想即刻去治標啦。咁否則其實可能平時你都唔係淨係痛經啦，可能你平時周身有啲疼痛啊，又或者有啲可能發燒啊，都唔適宜係長用啦，或者係經常去依賴一啲止痛消炎藥嘅。佢長遠久之咧都係會令身體產生多啲嘅寒氣啦，或者係淤血嘅問題嚟嘅。咁另外咧就係可以選擇一啲偏溫性啦，或者叫養血嘅食物。如果你唔太諗到嘅話咧，生薑紅棗水都係一個選擇嚟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可以研究一啲叫食物嘅性味啦，又或者係知道有啲咩可以比較養血啲嘅食物咧，咁你可以多啲去服用。另外最後咧就係適量飲水啦。咁我之前都可能有提過啦，就因為水咧就係偏陰性多啲嘅，咁我哋去消化水啦，水係要消化嘅，消化水咧就要用陽氣，咁所以如果你本身陽氣已經不足啦，偏向多寒氣嘅話咧，就不適宜飲太多水，適量就 OK 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個情志嘅部分啦，有關於情志嘅部分啦，因為我哋講緊痛經咧，就係對應住我哋嘅下腹部。以肝臟為主啦，同時間都會同我哋嘅腎臟有關係嘅。咁啊，肝臟咧就係對應嘅情志就係腦。咁啊，如果我哋日常生活啦，平時都係容易發怒嘅，即係好容易有啲嘢睇唔順眼啦，容易會嬲啊。但係你係有一個習慣咧，係會抑壓咗佢，即係嬲，但係唔會講，即係敢怒不敢言啦。又或者睇唔順眼，但係忍住道氣。但係咧，嗰個忍住道氣咧，就唔代表你個怒氣消除咗，你都可能繼續係睇佢唔順眼啦，又或者繼續心裏邊其實咒罵緊佢啦，又或者好多即係憤怒其實仲喺入邊，但係冇得釋放出嚟，咁呢啲都係叫做抑壓嘅憤怒。咁但係因為往往抑壓咗咧，你係未必會察覺嘅，即係因為抑壓咗，覺得自己唔係啊，好平和啊，平時都好溫和待人啦，冇乜點發嬲啊，發脾氣啦。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入邊都有呢個憤怒咧，咁我哋
點樣去解決呢個抑壓嘅憤怒咧？就係第一步要先覺察嘅，就係你可以思考下，尤其係有痛經嘅女士啦，你可以思考下，你平時會唔會容易將一啲嘅怒火或者你又睇唔順眼嘅嘢，好容易就俾一啲藉口啊、理由啊合理化自己，唔令自己表達，咁可能係你一個即係痛經生病嘅成因嚟嘅。咁另外即係對應腎啦，就係講緊恐懼嘅問題啦。如果你係有啲長期恐懼啦、驚青啊，咁都會容易導致下腹部或者腎氣又不通或者係虛弱嘅狀態嚟嘅。咁另外除咗即係肝腎相對應嘅情志啦，最後呢點其實都非常重要嘅，就係我哋真係要治本嘅話啦，一個好重要咧就係要養血。養血咧，如果真係講緊對應最廣泛嘅情志咧，就係你可唔可以好好地滋養自己？咁啊，呢種嘅滋養自己咧，要注意就係佢唔係好暴烈嘅，亦都唔係好乾烈嘅。如果係比較乾烈啊、乾強嗰種咧，就係相對於陽氣啦，我哋叫陰陽嚟講係相對於陽氣。即係咩叫好乾烈地滋養自己咧？就係哦，即刻食個大餐先。又或者即刻去個旅行先，即係咧，好似要搵一件好大件事啦，又或者係要搵一個好 grand 啦，或者係要突然間好突然嘅，或者好短期就要即刻滋養到自己嘅狀態。咁我哋相對嚟講，呢啲都係叫比較暴烈地滋養自己。咁但係血咧就唔係咁樣滋養嘅，因為血咧佢係要慢慢生成嘅，而且佢係要儲血，佢要收藏翻嚟嘅。我哋點樣去養血咧？就係用一種比較陰柔啲嘅滋養自己方式。咁所以通常如果你有痛經嘅病人咧，我都會建議佢就係點樣陰柔滋養自己咧？就係個原則就係要慢落嚟，慢慢嚟。即係譬如你唔一定要食大餐嘅，你可能都可以揀一啲即係自己中意食嘅嘢啦，但係唔好咁快食咗佢。你可以拖長啲時間，又或者每日少少，每日少少。即係嗰種狀態咧，就係我哋唔係要急於地即刻要補血，或者即刻就要用一啲好勁嘅藥物，或者即刻咧就要令到自己好健康。往往我哋真係要養血補血嘅話咧，其實佢係相對於一個長時間，或者佢係要持續地進行嘅。佢唔同話散寒去瘀啦，就係飲一個聖物湯就即刻散到，佢唔係咁樣嘅。佢係要慢慢養、慢慢生產、慢慢去滋養，先至可以真係有一個血氣充足嘅狀態。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思考下，就係可能平日有冇做緊啲咩嘅時候，係特別覺得有一個滋養嘅感覺咧？即係因為血咧對我哋身體嚟講咧，就有一種滋養、濡養嘅作用喺度。有冇啲嘢係你日常做，可能普通食個飯啊，或者做啲咩日常興趣啊，又或者可能係發下呆啊、發吽哣啊，又或者係睇下啲貓貓狗狗啊等等嘅方法咧，係覺得特別滋養嘅。咁我會建議你可以喺日常花多啲時間去做，唔係淨係即係經期嚟嘅時候先去做，而係你日常都需要有一個養血去滋養自己，去令到所有嘅注意力收翻藏於我哋下腹部有一個狀態喺度嘅。咁當然呢個要講得好深，要好有學問啦。咁但係大家可以從日常生活用即係滋養呢個角度先去思考一下。咁另外咧，最後都想提一提咧，就因為尤其係痛經，又或者係一啲月經嘅狀態咧，佢其實咧就係我哋一啲叫生理嘅毒素，包括寒氣啊、熱氣啊、濕氣啊、淤血啊，同埋我哋情緒毒素嘅排毒出口嚟嘅。佢係一個超級好嘅排毒出口，因為佢係會直接透過失血，直接透過冇咗啲血去排走。佢甚至可能係快過你每日去大便、每日去排尿嘅方法嚟嘅。以及咧就係因為痛經啦，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月經咁多症狀之中咧，可能係相對最難頂嘅一個狀態嚟嘅，因為好痛嘅時候咧真係會好痛。即係聽好多朋友講，佢的確係痛到好似生不欲死咁樣啦。又或者好多人本身女士對於痛經呢一個字嘅印象已經唔太好啦，因為集體意識都覺得痛經係一個好辛苦嘅事情，好女性好慘嘅一個事情嚟嘅。咁所以往往係呢啲時候咧，我哋就會好有 feel 啦。咩叫好有 feel 咧？就係你會有機會喺呢個時候更加容易感受到自己情緒。點解啲人話月經
期間或者係月經前後啦，女士嘅情緒波動特別大咧，咁啊除咗係講緊即係西醫講緊荷爾蒙嘅一啲波動之外，健康女性係未必嘅。其實因為健康女性嘅荷爾蒙佢未必出現問題嘅話咧，佢可能只係輕微感受到可能特別有波幅感啦。咁但係佢未必會特別嘅暴躁啊、特別嘅唔開心啊、抑鬱啊呢啲狀態，佢未必會有嘅。咁但係如果你已經係有症狀、有呢個疾病嘅時候咧，你會更加有 feel 嘅。有 feel 係咩意思咧？就係我哋有一個痛字啦，尤其對應月經啦、痛經嘅話咧，好多人係會容易感受到呢一系列嘅感受，包括係覺得好痛苦，而家覺得已經痛住啦，覺得好辛苦、好唔舒服，又或者頭先講話係會覺得特別嬲啦、特別暴躁啦、特別煩躁啦，平時可能仲忍到嘅事情咧，喺呢個期間佢可能已經痛緊啦。你可能講一句平平無奇嘅句子，就已經可以勒着到一位女士。咁啊，又或者係一啲委屈啦、辛苦嘅情緒啦，其實都同我哋一啲叫做憤怒嘅情緒相關。咁但係用緊唔同嘅同義詞啫。又或者係一啲叫自責嘅情緒啦，覺得自己唔好啦，抱怨或者係怨恨，睇咩都真嘅，唔係淨係人，可能望住棵植物都覺得睇唔順眼，呼吸呢個空氣都覺得唔順眼，唔開心，甚至係各種嘅鬱結嘅情緒，所有你有口難言、講唔出嚟嘅所有情緒，都係有機會喺呢個情緒一齊呢個時候爆發出嚟嘅。因為我哋覺得就係每一個痛楚，你每一次嘅痛都係一個鬱結嚟嘅，即係唔痛卡住咗，咁就不通則痛啦。咁因為呢一個時候咧，除咗即係西醫講荷爾蒙嗰個波幅之外啦，喺中醫嚟講，用中醫角度咧，就係當我哋經期，我哋講緊係女士相對血氣最充足嘅時候。當你正氣充足嘅時候，尤其我哋去到肝氣，尤其你排經嘅時候，你肝氣係通暢嘅時候，就真係好似啲氣血一齊同你洶湧啊！即係好似好多嘅東西都會一齊爆發出嚟。如果你呢一個月係特別多鬱結嘅情緒，咁你喺正氣充足嘅時候，又或者你有力嘅時候，佢就會幫你爆出嚟。咁所以其實佢唔係唔好嚟㗎，佢就係透過你平時覺得可以抑壓落去，覺得好似壓咗落去冇事嘅東西，但係其實因為身體已經受苦啦，佢會想喺有正氣嘅時候幫你抗邪、抗翻呢啲嘅情緒或者生理毒素出嚟㗎。咁所以點解呢個時候特別會情緒波動咧，或者好似控制唔到自己情緒咧？往往可能係因為你平時控制得太好。控制得太好，即係你平時都冇釋放，平時啲寒氣冇釋放到，平時啲憤怒，平時啲鬱結冇釋放到，佢會透過呢一個時機，好似提醒你，你唔釋放啊，咁個身體幫你釋放，咁佢就會幫你排出嚟啦。咁所以即係特別即係整呢一張 slide 咧，就係想提醒即係各位女性啦，或者各位受呢一個困擾嘅女性啦，我哋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睇自己嘅月經或者痛經，就係其實佢係幫緊你排毒㗎，排緊你全身心理情緒嘅所有毒素。佢係好過你變成一個麻木不仁嘅人，真係冇情緒。而呢種冇情緒往往係抑壓得太深，冇感覺，冇任何情緒流動出嚟。咁頭先大家都見過不仁呢個字啦，不仁除咗係講緊身體冇 feel 之外咧，講緊情緒都冇 feel 嘅話咧，佢係會最容易導致你個病情加深，變成病久入深。頭先講話變咗唔痛，冇任何感覺嘅狀態嚟。咁其實當然好似表面上好平和啦，咁但係其實病情已經係更加深入、更加難搞。可能你去到某一日，就會有一啲真係有啲大病爆出嚟啦，即係頭先講啲腫瘤啊、癌症嗰啲，往往就因為平時冇爆到，或者唔好用爆呢個字啦，平時冇流動出嚟啊，佢積積下，佢就會幫你爆發出嚟啦。咁所以咧，最後總結一下啦，就係月經本身係一個女性嘅恩物嚟嘅，佢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每一個月一次去幫你排毒，因為唔好意思啊，男性係冇呢樣嘢㗎，因為佢冇每一個月失血啦。好多時一啲男性佢真係有一啲叫做
抑壓咗一啲情緒又好啦，或者係生理上下焦一啲虛弱，已經有好多堵塞嘅狀態咧，佢就會即時產生即係呈現係一啲生殖器官嘅問題，又或者普通講話積下咧，佢冇得失血啊嘛，佢就純粹係會有啲痔瘡嗰啲問題嚟嘅。咁但係因為女性本身每一個月都有呢個幫你流通暢通，你如果唔通咧，佢就直接幫你塞血通咗佢嘅一個狀態喺度。所以其實佢都係一個用一個比較正向啲嘅角度去睇佢啦。其實佢係真係一個送俾我哋女性一個恩物嚟嘅。所以當我哋每一次嚟痛經啦、月經嘅時候，提醒你咧就係，如果你平時冇好好地覺察自己身體啦，或者冇好好照顧自己身心都好，我哋呢個時候趁呢幾日慢慢停落嚟，用一個好陰柔、好溫柔嘅心對待自己，好好照顧自己嘅身心。如果我哋真係可以月經，一個女性啦，佢嘅月經係健康嘅，唔知在座有冇任何女士係每一個月都係冇痛經啦？我近期都係冇乜痛經嘅時候咧，其實感受到係真係好舒暢嘅。嗰種舒暢咧，係講緊你真係擁有一種女士嘅青春活力啊！真係你。唔係月經咧嚟到時候就即刻好唔開心啊，或者即刻好似癱瘓咗咁樣，而係當你嚟月經嘅時候，你仍然可以好溫柔、好陰柔地陪伴自己嘅時候，佢雖然好似好陰性啦，好有即係講緊血啦，好滋養嘅狀態，咁但係其實往往係呢一種滋養嘅狀態，女性嘅特質咧就係，當你有呢一種滋養狀態，有呢種底氣，有呢種陰血去支持你嘅時候，你先至可以更加展現到自己嘅，無論係陰柔嘅一面，定係更加去活力，好似動起嚟嘅一面。因為陰陽係互相影響。如果我哋即係往往追求就係要好剛烈啦，或者係好快去解決一啲問題，係好急性子嘅狀態咧，我哋往往需要咧就唔係叫自己唔急，而係咧要往往用一個好陰柔嘅狀態，先滋養咗我哋嘅陰血，再去俾自己用一個好健康嘅狀態啦，去呈現你一個女性嘅魅力又好，一個青春活力又好。咁跟住咧，接下嚟咧就係一個 Q&A 嘅時間啦。好，有人問每月做一個禮拜係點解？應該講緊經期嘅周期係咪？係啦，如果通常講經期嘅提早啦，同埋延後，其實就係分熱同埋寒嘅。通常提早就係講緊熱氣比較多，無論虛火實火。又稀又有血塊，代表身體咩情況呢？咁就係又虛又有瘀啦。一下子瀑布咁，有咩身體情況？咁通常瀑布咧就係我哋講話可能量太多啦，或者係一個崩漏嘅情況啦，其實都係代表身體係有呢個熱氣嘅。咁所以如果呢度全部都係你身體狀態咧，代表都係相對複雜嘅病情嚟嘅，就係又有寒氣，又有熱氣，又有虛，又有瘀血咁樣嘅。咁意思其實即使你可能冇乜症狀啦，其實呢一堆都係症狀嚟噶啦，已經代表係月經已經係需要治理嘅狀態嚟噶啦。請問什麼精油適合經痛時用？頭先有講一啲係即係溫性嘅精油啦，譬如一啲可能會用一啲乾薑啊、當歸啊、艾草嗰啲成分嘅精油，你可以睇詳細可以睇翻個成分嘅。我哋診所都有啲即係溫經散寒嘅精油都適合用嘅，有興趣可以參考下。飯後可以救嗎？乜時間救先適合？飯後通常就唔會即刻救嘅，你可以相差可能30分鐘至1個鐘先再救啦。又或者係平時，總之唔好太飽，亦就唔好太肚餓，唔好太虛弱嘅時候救，即係唔好太攰嘅時候先嚟救。生薑紅棗水需加枸杞嗎？唔一定，但係可以。生薑紅棗水可以經前、期間和後食嗎？可以嘅，經前、經期間同埋經後都適合嘅。有冇乜體質唔可以飲生薑紅棗水？頭先都有講啦，就係可能係真係熱氣太多，無論係虛火或者係實火太多啦，又或者係容易上火嘅，即係個人，可能你可以先試下嘅，即係你如果呢日飲落去咧，即刻覺得好燥啊、生晒暗瘡啊、飛滋嗰啲咧，咁就真係未必適合啦。就係同時都係代表緊你係
身體係寒熱錯雜嘅問題比較極端，咁所以就唔可以透過只係用一個溫通嘅方法去驅走寒氣。老薑紅棗水可以有一樣功效嗎？誒、都有嘅，但係老薑同生薑嘅分別咧，就係老薑個行氣啦，我哋或者叫做溫經嗰個效果係冇咁好嘅，因為老薑咧佢就係冇咁通行，生薑嗰個行氣力係多啲嘅，咁所以老薑通常就係偏補脾胃啦，即係相對將啲陽氣聚埋一齊嘅作用係大啲嘅。但係如果你係想達到一個即係通經嘅狀態咧，令到佢冇咁疼痛咧，咁就生薑比較適合啦。坊間好興黑糖薑茶或者紅糖水，有冇用咧？其實都有用嘅。佢其實紅糖同埋黑糖就係類似紅棗嘅概念啦，即係都係甜去補益嘅。咁就只不過紅棗佢真係有一個補血嘅補營氣啦、補血嘅作用喺度，會更加針對性多啲啫。血塊原因是與瘀有關嗎？血塊直接係淤血嚟嘅，直接俾你見到佢係啲血係凝固咗啦，變成咗一個塊物喺度啦。咁所以如果你本身係多血塊嘅話咧，如果你係冇，即係如果你每一次月經冇好好地排走，然後你嘅淤血入邊越嚟越多嘅話咧，其實血塊就係講緊積塊啊嘛。喺身體如果真係有一啲器質性嘅病變，就係一啲腫瘤啊、積塊嘅疾病嚟嘅。聽過西醫話經期前胸脹痛係正常現象，中醫點睇？經期前的確有啲人係會容易胸脹痛嘅，即係頭先講話一啲我哋整個月啦，血氣比較充實嘅狀態下，佢有機會會重新有一啲正邪交爭，尤其係胸脹，因為胸係對應住肝經嘅位置嚟嘅，咁所以點解女士好多人就算唔係痛啦，都會有少少好似谷谷地嘅感覺。如果係只係好稍微谷谷地嘅話咧，都算正常，因為本身女士經前咧，胸部、乳房都係會偏脹大，呢個係生理現象嚟嘅。咁但係如果你有痛咧，咁就應該係未必係正常現象啦，即係可能係已經有一啲叫亞健康嘅狀態，甚至係疾病嘅狀態嚟嘅。久病入心有肌瘤如何治理？食療可舒緩？久病入心有肌瘤嘅話，其實頭先嗰三部分啦，講緊係生活啊、飲食啊，以及係情志嘅部分咧，都非常適合你嘅。咁但係因為肌瘤意思即係已經係講緊偏向癌症嗰部分啦，咁其實係更加需要一個生活上180度嘅扭轉嚟嘅，咁係可以治理到嘅，但係就尤其係可能再需要一啲配合藥物治療會更加快啦。食療係可以舒緩嘅。女性絕經後會陰陽失調，會陰陽失衡。女性絕經後係唔一定會陰陽失衡嘅。佢嗰個絕經嘅過程啦，佢陰陽嘅變化係會有，但係唔一定會失衡。失衡通常就係講緊有啲病態出現啦，即係可能有啲人會有啲絕經前後諸症，咩潮熱盜汗啊、心煩啊、失眠啊，又或者係邊度耳鳴啊。嗰啲狀態嚟咧，其實都係講緊本身身體有一啲病根喺入邊嘅。其實往往女性絕經之後係相對健康嘅，但好似頭先個道理咧，就係當佢唔失血嘅時候，佢唔需要每個月失血啦。咁其實佢理應收藏到嘅血咧係會相對多啲。所以其實好多女士即係絕經嘅一啲症狀啦，有機會係因為佢正氣多咗之後重新發翻出嚟。又或者係一啲正邪交爭嘅狀態，咁只不過係當佢唔可以一次過地排走啦，或者唔可以短期內去消除病根嘅話咧，咁佢就會持續啦。月經澎湃流量排出，代表腎氣身體差？唔一定嘅。咁樣單憑呢一句好難直接話係腎氣差啦，因為月經澎湃流出，頭先講話可能係講緊真係熱氣太多。咁通常都係對應下焦肝腎嘅熱氣多啲嘅，咁都要視乎你究竟係虛火定係實火，同埋係咪真係同腎氣相關，咁呢個就要詳細嘅診治先知道啦。如何分辨自己不痛經是身體健康或是麻木不仁？身體除
年紀變差而變得不痛。好，即係想分緊講呢個痛經係健康定係麻木不仁啦。第一點啦，其實你係可以透過我哋一開始講月經嘅狀態去判別先嘅，因為月經有好多唔同嘅標準啦。頭先我識得量未啊？唔同嘅症狀啊，你嘅經期周期啊，如果真係一個健康嘅女性咧，就應該全部都相對健康嘅。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已經有啲症狀啦，本身有啲症狀，同埋你其餘嘅日子都有啲身體症狀啦，有啲唔舒服啊，或者成日都係好攰啊，冇嚟精神啊，咁可能有機會你痛唔起嘅，真係會痛唔起就即係頭先講麻木不仁啦，久病入心嘅狀態。因為健康嘅女性佢唔係淨係冇經痛啊，係頭先月經都係非常健康，咁應該先至叫健康嘅女性。經前通常會感冒，可以如何調理？經前通常感冒就係首先你可以喺真係嚟感冒嘅時候，盡快地醫好個感冒，因為尤其係經前咧，就係你正氣最好嘅時候，咁所以可以把握時機啦，可以睇醫生或者係都可以參考我2月份擺咗 YouTube 嗰個感冒嘅講座，都有幫到你嘅。咁另外咧就係日常都係要注意，講緊要養好正氣啊。因為如果係經前先發得起感冒咧，代表係平時發唔起感冒，要等到嚟經期先至有嗰個正氣去發出嚟。女性更年期沒有了月經，有什麼其他方法排毒？有好多嘅，月經係我哋即係其中一個排毒途徑啦。傳統中醫嘅排毒途徑咧，主要係講緊三大類：汗、吐、下啦，即係出汗、嘔吐同埋下，即係講緊二便。咁如果你真係知道身體有好多毒素喺度咧，咁你可以一嚟可以去調理啦，二嚟如果你真係寒氣比較多嘅話咧，可以平時即係曬多啲太陽啦，甚至係浸腳啊，俾自己出下汗，咁都係一啲排毒嘅方式嚟嘅。排毒係一個結果啦，排毒嘅前提咧就係要有足夠嘅正氣，佢先至可以將一啲毒素驅走。所以反而就唔係要下下追求排毒嘅，即係唔係下下追求要月經嚟好多啊咩要出好多汗，唔係咁樣嘅。往往其實係當你即係身體養翻好嘅正氣，正氣係充足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未必需要排毒，佢可能入邊就已經消除咗。月經少，每月得3日是怎麼了？咁就係個人比較虛弱啦，唔夠血。請問卵巢朱古力瘤可以用哪些精油或食療改善嗎？一邊6cm，另一邊8cm，兩個。6cm 同8cm 真係好大啦，呢個狀態建議應該係真係要食藥調理先嘅。精油同食療當然可以改善啦，頭先講一啲溫經散寒嘅精油啦，又或者食療講緊一啲比較溫性，真係多啲散寒排瘀嘅食療咧係有改善嘅，但係因為兩個咁大啦，一嚟係講緊已經好長期累積嘅寒氣同淤血，佢未必真係可以透過一啲外用或者食物嘅方法解決嘅，所以呢個真係建議睇醫生啦。通常月經幾多日為正常？本人量多只有2至3日，之後就變少很多。頭先講話通常3至7日係一般人嘅範圍啦，咁通常正常就可能3至5日到啦。咁如果你係頭嗰幾日已經去咗好多，之後變少，可能咁其實因為變少嗰幾日都計嘅，咁所以可能預計你大概3至5日，其實都應該相對正常嘅。有血塊如何可以治本？頭先講嘅3個部分都係治緊本嘅。血塊就係講緊有寒氣有淤血嘅問題。經後期血腥臭味係身體咩問題？血腥臭味就係可能係真係講緊一嚟入邊嘅寒氣淤血比較多啦，二期可能係再夾雜埋一啲熱氣濕氣嘅狀態嚟嘅。月經前一日會失眠，再加上肚很痛，早4至5日就會心情煩躁、心跳。除咗係即係講緊經痛之外啦，如果一般嚟講失眠啊、煩躁、心跳咧，其實講緊你上焦嘅部分都已經有受邪打緊交嘅狀態嚟嘅，可能係會想發感冒啦，亦都可能係講緊真係講緊上焦受邪咁。其實係上下叫表裏同病啊，咁所以呢啲
一般都會建議睇醫生去處理嘅，因為佢唔係淨係局部嘅症狀啦，唔係淨係一個單一嘅病機嚟嘅。本身虛火嚟每次經期只有3至4日，真正嚟經期前3至4日會滲好少量嘅深啡色白帶。我虛不受補，需要滋陰。經前經後除咗飲生薑紅棗水，如何補血？試過飲完會易生，我試過飲完生薑紅棗水會易生暗瘡。呢個狀態相對比較，呢啲就係一啲叫做寒熱錯雜又係啦，你都自己識講虛不受補嘅狀態，即係寒熱虛實都有啊。咁所以咧，一般嚟講呢個情況咧，咁就如果你係食完生薑紅棗水會生暗瘡咧，咁代表係熱氣太多啦，入邊寒熱都有啦，未必係適合嘅。如果真係講緊唔係食藥啊，純粹講緊食療嘅話咧，呢個時候盡量清淡飲食就好啦。因為其實胃已經有啲叫虛不受補，你就算補幾多落去，或者我有用啲咩驅寒啊、清熱嘅食物咧，你都未必受到嘅。咁所以一般清淡同埋平和飲食反而係更加適合你。好，咁啊，今日講座就去到呢度啦，拜拜。